翻到嚟今個禮拜旅遊開講，我係 Travel Bag 嘅Summer。今個禮拜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新聞咧，應該係最新嘅日本新聞啦。就係呢個青森地震啦。咁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呢個禮拜都睇咗唔少關於青森地震嘅報道啦。今年有一個所謂預言啦，呢個預言最後冇發生到，就係7月5號嘅地震啦。咁相信呢件事其實之前我喺阿潘啊、子博啊佢哋嗰個我哋一齊做嘅 live 裏面咧，我都有分享過一啲正確嘅資訊俾大家。天災咧，我哋真係冇辦法100%可以預測到嘅。咁大家見到啦，同埋咧7月5號個地震我哋係冇見到嘅喎。再加上大家混淆咗南海海潮地震同埋我哋講緊嘅一般地震嘅分別，咁所以令到大家咧其實6、7、8月嘅時候咧都恐慌咗一段時間。咁嚟到今個年度嘅年尾12月8號啦，咁喺夜晚11點幾咧，12月8號夜晚11點幾咧，青森咧係發生咗一個黎克特制7.6級嘅地震，日本震度6級嘅地震。好啦，大家聽到我講兩個震度啦，咁一陣間我咧會再講多一次俾大家聽，兩個震度其實係有啲咩唔同嘅。如果我哋睇日本嘅地震嘅話咧，我哋應該參考翻日本震度，而唔係講緊黎克特制嘅震度。一陣間話俾你聽呢個日本震度係會有啲乜嘢嘢。咁首先咧，我哋不如 share 翻大家呢個關於呢個青森嘅地震係一件咩回事先。咁大家都睇到啦，其實因為都黎克特制7.6級啦，日本強震度係6啦。咁你見到其實咧，譬如一啲你見到圖片咧，會有一啲嘢會冧落嚟啦。咁呢個都係大家需要小心同埋留意啦。震度同埋海嘯嘅高度，大家要留意啦。咁一陣間我會都俾啲片大家睇下，嗰個海嘯嘅高度會點樣去影響我哋嘅逃生嘅。咁大家見到呢張圖啦，就頭先我話俾大家聽嗰個震央係喺邊個位置啦，震源嗰個字上面就係北海道。咁你見到北海道5減咧係代表5弱，日本震度5弱，5加咧就係日本震度嘅5強，6加啦，6加嗰個就係青森嗰個位置啦，6加咧就係日本震度嘅6強。咁如果去到6強咧，其實你會好明顯感受到建築物係搖晃，甚至一啲物件咧會因為咁樣而跌落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有個概念先。一陣間我會同大家講下嗰個震度強弱嘅問題嘅。咁12月9號嘅新聞啦，就話3個縣啦，有51人受傷啦。邊3個縣咧？就係青森縣啦、北海道啦同埋岩手縣啦。咁我哋睇翻個地圖先嚇。咁其實右手邊咧6加下面咪有5加同埋5減嗰個地方嘅。咁嗰個位置咧就係岩手縣啦。咁其實呢張圖都會有講咧，啲橙色、橙黃色嘅位置咧，其實係好大機會有一啲後發嘅地震。後發地震就係餘震啦，又或者一個比較強勁啲嘅地震會係喺之後會再嚟啦。咁你就會見到橙黃色嘅地方咧，受影響嘅機會比較大。白色嘅即係我哋講緊嘅，我哋而家面向左手邊嘅地區啊、縣啊，譬如山形縣啦，再落啲嘅仙台嗰邊嘅宮城縣啊、福島啊，再落去東京嗰啲咧，咁嗰個影響性咧係機會係比較細好多嘅。咁大家都見到啦，咁咧其實咧今次嘅地震咧，其實日本人最怕嘅係邊一種地震咧？其中一種咧就係冬天再加夜晚先嚟發生，尤其是係大家瞓咗覺嘅時候。冬天咧就因為咧日本咧好大機會都會落雪嘅，尤其是青森啦，今次去到影響到青森同北海道啦，呢一帶咧其實落雪都比較多嘅。嗰個降雪量都比較多啦，咁可能積咗好厚嘅雪啦，逃生會好困難啦，甚至係救援都會有啲困難啦。再加上如果你係夜晚瞓緊覺咧，大家即係冇一個好好嘅心理準備嘅時候咧，咁嗰個傷亡數字係有機會會增加，或者會喺個救援工作會有啲困難。好啦，咁跟住咧，我就頭先就俾咗啲好簡單嘅地圖俾大家睇啦。可能大家對於青森呢個位置或者日本成個地圖
東北呢個 area 可能大家都未有好明顯嘅概念啦。咁大家睇到右手邊少少嘅位置啦，你會見到清心縣啦，就係今次咧受地震影響嘅一個縣啦，最大影響啦。咁你會見到清心縣上面就係北海道啦。咁你會見到啦，咁我咪頭先講分左手邊同右手邊兩邊嘅位置嘅。咁咧其實咧頭先我都會講啦，岩手縣都有好多唔少嘅人受到傷啦，因為佢其實靠近咗呢個震央嘅位置，靠近清心縣啦，就喺右手邊啦。咁右手邊咧，仙台嗰邊都係靠近右手邊，但係今次受嘅影響係會比較細啲嘅。咁同埋佢始終離清心都有啲遠，咁所以咧佢受到嗰個影響會比較微。但係有一樣嘢就可能有機會會受影響比較大啦，就係呢個海嘯。咁大家都會問啦，上次福島地震有個好大海嘯嘅喎，其實仙台宮城縣嗰一帶全部都受到影響嘅喎，佢哋，因為我都訪問過當其時遇上呢個海嘯災難一個死裏逃生嘅人，希望第日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分享佢嘅故仔啦。咁其實宮城縣嗰邊係一個重災區嚟嘅，都係。咁係原因就係因為佢比較靠近福島縣。咁而家大家睇到呢張圖嘅話咧，應該就會見到福島縣同仙台咧就係非常之近嘅。咁所以就係呢個原因。咁今次點解個影響咁細咧？就因為佢同大家要見到啦，仙台即係宮城縣嘅位置同清心縣嘅位置咧個距離都係有翻咁上下，咁所以咧就變咗受影響嘅機會比較微啦。咁左手邊嘅位置咧，其實秋田咧都會感受到少少地震嘅，但係嗰個地震感受係好微弱嘅，因為佢始終都比較近清心縣。咁一陣間會俾個圖大家睇下，其實就算大家都係清心縣嚟講咧，嗰個感受嗰個地震嘅威力咧，其實大唔同嘅地方都有啲唔同嘅。咁啊，秋田下面係山形縣啦，山形縣下面係新潟縣啦，跟住福島縣啦。咁大概咧呢個就係日本東北個位置。咁大家有個概念點？好啦，咁啊大家去睇下啦，呢個圖啦。咁啊呢個圖咧就係咧震度同埋搖晃嘅程度。咁啱咧，我就揾到個中文版。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嘅日本震度。日本震度嗰個計算方法咧，唔係話淨係靠嗰個地震有幾震去決定嘅，佢會計埋咧。如果我見到日本震度係4嘅話咧，我哋喺個建築物裡面嘅感受會係點樣？即係話嗰個建築物有幾搖晃？因為日本而家對於建築物嗰個防震嘅規管咧係非常之高要求，而呢樣嘢咧係作為佢其中一個去量度呢個地震嘅震度嘅準則。所以其實我哋有時睇到咧，可能黎克特制嗰個 number 係好高㗎，但係日本震度又未必去到6強啊、6弱啊，可能係去到5弱嘅啫嚇。可能你嗰個感受未必話好恐怖啊、好大型啊、威力好猛烈，未必會嘅，因為咧佢哋係會根據晒佢成套佢哋自己日本人定出嚟嗰種模式去講佢哋嗰個日本震度去界定係咩位置。咁今次咧嗰個日本震度咧係6強。咁大家可以睇翻呢個震度和搖晃程度呢個表啦，有個6強嘅位置啦。咁啊6強嘅位置咧，你會見到啦。室外嗰個屋，室內咧，室內我哋講室內先。室內咧，你會見到咧，好明顯地咧，你嗰啲家私啊、靠牆嘅家私啊、書櫃啊、櫥櫃咧，係真係會有冧嘅機會嘅。啲嘢咧，物件會跌晒出嚟嘅。咁所以喺呢個狀態之下咧，大家都盡量揾一個安全嘅地方去保護住自己嘅頭部。保護住你身體，咁其實最緊要係保護住你嘅頭部。所以點解你會話日本人會見到日本人咧去做一啲防災演習啊，或者真係有呢個地震發生，佢哋會匿落去台底咧，就係呢個原因啦。因為匿咗落去台底嘅話咧，咁起碼可以保護到你嘅頭部啦。咁如果真係冇一啲嘢可以俾你去匿落去嘅話，可以做啲咩咧？可能攞起你嘅袋啦，將佢吸住你嘅頭啦，或者附近會唔會有枕頭啊、cushion啊，一啲物件可以保護你嘅頭咧，都可以攞嚟吸住。咁呢個咧係其中一個保護自己嘅方法。咁你會見到啦，除咗屋裏邊嘅情況，你見到屋外面嘅情況啦，例如可能真會有山泥傾瀉啦，呢啲就可能冇辦法可以好好嘅預防啦，因為始終都係自然界嘅嘢啦。咁你會見到個房屋啦，咁你會見到有兩種房屋嘅新型嘅房屋咧，你會見到咧係會有震動嘅啫，即係可能少少輕輕嘅搖晃嘅啫，你會感受到搖晃嘅。咁但係一啲舊式嘅房屋，你會見到咧佢係已經有
損壞嘅傾向㗎啦，損壞傾向未必會冧，但係你可能會見到有一啲嘢會開始一啲部件會跌落嚟嘅。咁如果去到我哋嗰時311係最大級啦，黎克特制9.1啦，當其時，咁佢亦都係最大級嘅地震就係7啦。7嘅話咧，去到一啲比較舊式嘅建築物咧，已經開始係冧㗎啦。即係話，如果我哋去到如果大家記得翻以前早2年能登半島嘅大地震。應該係舊年年頭，能登半島大地震嘅時候，點解有咁多屋冧咗有火災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候咧，嗰個區域比較舊嗰啲建築，有好多咧都係一啲木造嘅房屋，咁佢個內震冇咁高。雖然木造嘅房屋咧，其實係冇咁容易冧嘅，因為咧我都有問過，因為木造房屋咧喺佢震嘅時候，因為木材係有彈力啊，咁所以我嚟講係有啲虛位俾佢走盞。咁但係當去到一個咁大級嘅地震咧，佢都會冧噶啦，咁所以就會造成一個比較大嘅傷亡嘅數字，又或者損毀嘅程度。咁但係如果係一般新式嘅建築嚟講咧，你都係會感受到搖晃嘅。咁但係有機會街外面嗰啲電線桿啊、街燈咧。真係有機會會搖晃，甚至會下塌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好啦，咁我哋睇翻繼續睇翻啦。6弱又係點咧？咁你見到頭先講嘅6弱會係點啦，6強會係點啦？6弱嘅時候，一啲舊建築物咧都係會有比較強烈少少嘅搖晃，但係都係輕輕會有啲損毀嘅，但係未去到冧啦。然後咧，我哋去翻左手邊啊，下面5強啦。5強嘅位置咧，你就會見到咧，啲櫃會搖啦，咁啊有機會會冧啦。咁但係冧嘅機會就冇6弱6強咁高啦。然之後咧，你擺喺高空嘅地方會跌落嚟啦。咁跟住5弱咧，5弱嘅位置咧，你就可以唔使一定要匿喺台底嘅，你會 feel 到嘅。咁但係啲櫃啊、傢俬未必會冧啦。你見到可能係1-2本書跌落嚟啦。咁當然靠牆嘅嘢咧，咁其實日本人都會有一啲相應嘅辦法，例如而家其實我哋喺宜家家私買一啲書櫃啊、櫥櫃啊，其實佢都會預咗你可以釘喺個牆嗰度咧，等佢冇咁容易跌落嚟嘅。咁呢啲新型嘅家私咧，都會預備咗呢啲咁嘅部件俾大家可以安全地使用啦。咁4啦，去到4或者以下就唔分強弱噶啦。你見到咧，嗰啲圖都畫得好明白嘅，大家仲可以繼續食飯啦。因為我都試過5弱嘅，都真係日本人係繼續食飯，只要冇特別大嘅問題咧，佢哋都會如常咁繼續去進行緊佢做緊嘅嘢啦。會 feel 到嗰啲燈係會搖緊啦。譬如3、2、1嘅話咧，如果去到2同2、1或者0啦，0其實係有地震噶啦，不過好輕微嘅。如果1、2、3嘅話咧，尤其是我哋喺東京啊、大阪呢啲大城市啦，又或者如果我哋咁樣喺街外面咧，其實你可能個感受係以為有啲車行過㗎咋，未必會覺得佢係地震嘅。咁所以大家就會知道啦。點解日本人會有佢哋自己一套咧？呢個地震量度嘅方法，咁係令到最緊要係令到民眾去知道而家大家身處緊一個乜嘢嘢嘅環境，而我哋需要做一個乜嘢相應嘅措施，所以佢哋就會制定咗呢一套佢哋自己日本嘅日本震度。咁右邊係一個咩嚟嘅咧？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呢一個咧就係唔好意思，嗰個 QR code 遮住咗。其實係1981年之後咧開始咧，就係一種新嘅內震基準，就係建築物。咁去到佢哋最大規模嘅震度6或者7度都好啦，嗰啲建築物咧，佢哋都係唔會冧落嚟，只係會喺一個外觀啦，或者佢嘅結構上面會有輕微嘅損毀。可能一啲譬如話頭先我哋見到左邊嗰張圖，有啲可能係一啲紙皮石咁樣冧落嚟嘅機會都唔會有噶啦。呢個係舊建築，就係隔離嗰個舊內震基準，1950年制定嘅中型規模震動5強嘅咧，嗰個建築物都係唔會倒塌嘅，就算一啲咁舊嘅建築。咁但係大家會見到1981年開始之後咧，日本對於呢個新型嘅建築咧，其實已經有好嚴格嘅要求。所以相對地，如果去大城市嘅地方咧，其實大家嚟講係相對地真係安全咗好多嘅。咁有幾安全咧？我俾條片大家睇。呢一個咧就係當我發生緊地震嘅時候咧，喺一個公司裏面咧個內面嘅當時震嘅時候啦。喺佢震嘅時候，你見到咧初嗰個
震嘅時候，你會見到啦，尤其是你望下去右下角呢啲有碌嘅嗰種辦公室椅咧，其實係會喐嘅。但係佢都唔係有一個好輕微嘅搖動，咁一啲紙張嗰啲冧落嚟啦，但係你會見到咧，佢哋成個內陣嘅設計咧，其實個建築物係冇受損啦，同埋冇一啲好大型嘅家私咧，會係因為咁樣去冧落嚟。咁而家咧，大家見到咧，嗰個地震已經開始慢慢就嚟停啦。嗱，嗰個窗簾咧，知道係仲震緊嘅，咁但係嗰個震嘅程度開始慢慢減弱啦。我哋見到咧，就係我哋見到嗰啲辦公室椅咧，其實已經係冇再喐㗎啦，因為嗰啲冇有碌嘅，咁基本上你輕輕搖都會喐㗎。咁因為冇再喐啦，我哋記得嗰啲咩喐咧，會見到盆栽會喐緊啦，窗簾喐緊啦，你會見到個 mon 喐緊啦，因為佢呢個 mon 嘅設計咧，就可能係唔係一個即係成個好穩固地咁擺喺度嘅，咁大家用過就知道啦。咁你見到佢不停咁搖緊咧，其實嗰個辦公室嗰啲傢俬咧係唔係太多嘅搖動？呢啲就係比較新式啲建築物咧，嗰個內震嘅程度。咁我諗大家睇呢條片嘅時候就會好明白到日本而家嘅建築物咧，嗰個內震嘅程度會係點樣樣啦。我都想俾大家睇下，頭先我都有之前頭先講緊啦，都有講過啦，其實咧，就算喺同一個縣裏面咧，發生咗一個咁大型嘅地震咧，大家個感受咧，唔同嘅位置啦，影響嘅區域咧，都會有啲唔同㗎。嗱，我哋睇下而家咧呢一個係最新咧，今日嗰一次比較強勁嘅地震發生咗之後咧，公佈嘅一啲數字。咁喺千葉縣呢個震度咧，其實維持喺1同埋2啦。咁喺北海道函館、知內、厚真、木加華町、新官町呢啲地方比較接近青森咧，佢嘅震度有4㗎。青森縣都唔係所有嘅城市咧個震度都會係4㗎喎，只係以下呢一堆城市啦。咁跟住岩手縣啦、盛岡市會有啦。咁啊，宮城縣、登米市啦、秋田縣嘅北秋田市咧都會有4嘅。咁大家會擔心啦，喂，宮城縣咪即係仙台嗰度咯？咁但係你會見到咧，係得一個城市咧，佢係量度到咧，佢嘅震度有4嘅。咁但係同樣喺北海道，你會見到呢一啲地方咧，個震度啦係3啦。青森市其實咧佢感受到都係震度3嘅啫。岩手縣啦、宮城縣啦，你會見到去到氣仙沼啊，或者比較相對地近仙台嘅石卷市咧，佢嘅震度咧都係得3嘅啫。松島呢啲地方都係。咁如果頭先睇翻頭先嗰個表嘅話咧，嗰個震度3嘅話咧，其實你係可以如常繼續你嘅活動㗎，即係可能你都擔心嘅咧，咁就可能去翻一啲去翻啲安全嘅地方去暫避一陣先啦。等到真係企可能10分鐘都冇另外一個地震嘅話咧，咁你就開始如常翻嚟嘅活動啦。咁你會見到啦，就算大家都同一個係青森縣嘅話咧，嗰個感受係都會完全唔同㗎。例如北海道啦，見到啦，再遠啲去到札幌係震度2啦。頭先都講震度2，其實你都未必會感受到啦。如果你係室外，咁就算喺翻青森縣嘅大岳町啦，都係得震度2啫。咁落到去大家常去㗎啦，宮城縣嘅仙台咧都係震度2嘅。咁去到新潟縣嘅川上市咧就會感受到震動2少少啦。川上市係比較近東北嘅位置嘅。咁就算好啦，我哋再去到北海道遠少少嘅位置啦。北海道嘅中間位置咧，例如富良野啦、知床斜里啦、網走再遠啲嘅位置啦，北海道東邊嘅位置咧，其實個震度係1嚟㗎啦。咁甚至你話哇，我見到山形縣都有喎，福島縣都有喎。咁頭先都講咗啦，震度1嘅話咧，基本上你係唔會感受到㗎啦，除非你真係一個非常之靜止嘅狀態，特登去感受下係咪地震咧？咁可能你咧就會感受到少少嘅。其實日本官方咧而家咧推出咗一個手機 Apps 啦，叫 Safety Tips。咁如果大家上去 App Store 啦或者 Google Play 咧，其實可以下載到嘅。咁咧大家下載咗之後咧，其實佢係會有中文界面或者英文界面啦。輸入翻一啲你哋嘅資訊啦，譬如話我而家身處一個咩地方啦，又或者可以用佢嘅 GPS 去定位啦。咁入咗去之後咧，其實呢個 App Store 咧可以咧得到咧好多防災嘅資訊，或者避難嘅資訊啦。譬如而家大家見到畫面咧，會見到可以睇到最新嘅地震資訊啦。記得將佢設定咗一個通知，令到你自己可以收到一啲
災難嘅警報。咁其實尤其是大家瞓咗覺嘅時候啦，咁呢啲警報其實好重要嘅，因為咧我自己以前用開 Yahoo 嘅防災 Apps 嘅，我會 set 到佢咧有震度3或者以上咧，佢就會響警報。咁我都試過喺富山縣響過一個警報係好大聲嘅，所以即係可能震度3對大家嚟講唔係一個好嚴重嘅地震，但係起碼至少我哋唔知道呢一個震度3嘅地震之後會唔會有一個更大嘅地震，但係至少喺我哋瞓着覺嘅時候呢，起碼俾我哋一個警覺性去提高咗，起碼醒一醒啦，或者打開酒店房門口望一望出邊啦，望下個街係咩狀況，或者打落去 lobby 問一問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方法嚟嘅。咁除此之外，除咗呢啲手機 Apps 之外呢，咁啊記得啦，將你哋嗰個逃生，你哋自己平時用嗰個包包手袋仔呢，就擺喺你嘅床頭邊。記得裡面一定會帶好咗你嘅隨身個人物品，例如錢啦、你嘅護照啦、身份證啦。最好嘅話，我有時會用背囊，我會帶定支水啦。跟住就係你嘅手提電話要記得攞啦。你嘅充電外置嘅充電裝置呢，就記得叉完電之後咧，就即刻抌翻落個袋度啦。最後咧，記得穿翻對鞋先至好落樓，唔好着酒店嘅拖鞋，因為酒店嘅拖鞋咧其實個底比較薄㗎。要知道咧，地震啊或者火災發生嘅時候咧，好多時咧都會爛咗啲玻璃咧。如果着呢啲酒店拖鞋咧，會令到你自己受傷，咁大家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個咧，我想俾大家提大家一樣嘢啦。咁呢一個咧，就係當日咧有一個咧，我住喺清心縣星野嘅清心屋嘅時候，有一個避難嘅現場啦。當其時已經發生咗呢個7.6級嘅地震啦。咁你會見到咧，所有嘅住客咧都喺晒嗰個酒店嘅大堂度啦。呢個係想同大家講乜嘢呢？頭先我都有講啦，咁啊，大家去日本玩，咁啊注意安全，知道咧有個逃生嘅準備啦。呢啲嘢唔影響你嘅行程嘅，做呢啲事情都唔影響你嘅生活嘅，只不過係將一啲重要嘅個人物品擺喺你嘅身邊附近啊，記得着翻對鞋啊咁樣嘅啫。咁但係另一樣嘢咧，都想提下大家，因為就算我喺我自己嘅3日旅遊手貼都成日提大家，其實我係幾反對大家去日本咧係住一啲唔係同個屋主一齊住嘅，或者個屋主唔喺你附近隔離屋啊，或者樓上樓下，又或者個屋主咧其實就算有聯絡方法，你都發現佢唔係咁容易聯絡到嘅嗰種咧，所謂 Airbnb 啦，或者呢個我哋講嘅民宿啦，唔係完全否定大家去住呢啲嘅。首先有啲商務酒店咧，可能真係過咗12點咧，喺個front desk 嗰度咧係冇佢哋嘅職員嚟喺度駐守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冇喺個 front desk 啫，佢哋有機會可能係個酒店裏面咧會有房間俾佢哋休息嘅。咁佢仍然都喺個酒店裏面嘅。咁可能會有一啲可能個前台會有電話啦，喺你個房裏都可以打到電話咧去揾到呢啲職員。但係咧，如果我聽過或者大家都可能聽過咧，有一啲住 Airbnb 咧，嗰個屋主咧都唔係容易揾到㗎。可能你有個 line 俾佢，佢自己都熟睡中。又或者佢根本就喺逃生嘅時候冇諗起到佢有個住客喺度，等等有好多呢啲問題。Airbnb 可能適合比較歐美嘅地方會多啲，但係日本我係唔建議咁住嘅。有啲朋友好中意住一啲好 apartment 形式嘅所謂出租嘅好似酒店嘅嘢啦。咁如果嗰個地方咧，佢下面有 front desk 啦，或者係有一個電話咧，係可以聯絡到職員，而且佢係一種公司嘅形式啦，或者已經係攞正一個酒店牌，只係佢嘅間隔裡面係比較似一個 apartment 嘅話咧，其實呢啲係可以住得到嘅。但係如果一啲頭先我講一種 Airbnb，你唔係同屋主住嘅，或者屋主唔係你附近住嘅，又或者你唔容易去聯絡，佢連俾條鎖匙你咧，都要你自己去一個盒嗰度去攞嘅話咧，咁其實我就唔建議啦。因為咧，尤其是我哋作為一個外國嘅遊客，我哋逃生呢啲經驗係比較少，亦都冇乜試過遇到地震呢啲咁嘅大型嘅災難嘅話咧，其實如果我哋住喺一間咧一個合格合法嘅住宿裡面嘅話咧，包括我頭先講呢啲嘅酒店啦，係可能你會覺得貴少少，或者我冇得成班人住埋一齊喎咁樣。咁但係去到呢啲時候咧，其實酒店嘅職員咧係可以幫到大家，話俾大家聽，我哋下一步點樣做。例如好似而家我哋見到嗰個狀態咁，可以安排大家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喺度暫避住一陣先。
大家可以喺啲高嘅地方，可能我住喺比較高嘅樓層啦，我會落咗去地面咧，就相對地會安全啦。咁亦都會有職員可以指示俾你哋啦。如果真係斷水啦或者斷電嘅時候，酒店都一定有一啲相應嘅措施咧，係會幫大家安排，所以大家就可以比較安全咁樣 stay 喺呢個原位，或者聽候呢啲職員嘅指示。因為職員都一定係日本人嚟㗎嘛，咁佢哋會對呢一啲求生嘅狀況咧，會比較明白啲，同埋知道去冷靜咁樣去處理，同埋幫到大家。咁呢個都係我都一直以嚟都提一提大家，點解我成日都咁反對，尤其是有小朋友啊、大老人家去日本都真係唔好住 Airbnb 就係咁解，除非就係一個狀況就係、第一你可能有朋友住過嘅，你知道咧嗰個屋主其實住喺你隔離單位嘅啫，或者住你隔離屋嘅，咁其實你會揾到佢啦。第二就係佢好容易聯絡到啦。第三又或者佢同你一齊住啦，有啲譬如叫 guest house 啊或者民宿咧，有好多時候咧其實屋主係同你住埋同一間屋，咁梗係冇問題啦，因為佢哋已經喺度，有事發生嘅時候佢都可以即刻幫到大家啦。咁呢個係想提一提大家嘅一個位置啦。好啦，頭先我都有講啦，其實日本人咧去面對災害嘅時候點解咁冷靜咧？係因為日本咧已經經歷過無數次呢啲災難，亦都已經經歷過好多教訓，suffer 過好多好嚴重嘅傷亡數字，所以咧佢哋咧喺呢啲預備嘅狀態之下咧係做咗好多功夫。例如咧，佢哋會出，譬如我知你大家畫面會見到啦，都會教咧日本嘅國民咧可以點樣去自救啦，因為自救先至係一個最好嘅良方啊。因為喺逃生嘅時候，大家都好慌張、好矛啦。你如果仲要人去救你嘅話咧，咁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負擔，或者人哋都未必會諗到會救你。咁一個遊客，喂咁我點算啊？咁樣我唔想㗎喎，我唔知道我旅行嘅時候會有地震喎，唔緊要，大家仲要保持冷靜。如果住喺酒店嘅話咧，一發生個地震咧，開門出去睇一睇，大家係咪開始逃生？記得唔好搭電梯，唔好搭升降機，唔好搭 lift。行樓梯落去，因為咧喺個地震發生嘅時候，有機會會停電。如果你搭 lift 嘅話，係好危險嘅事嚟嘅，大家要留意。咁同埋咧，其實日本咧官方咧都會成日發出而家大家見到嗰張圖啦。咁呢個就係而家見到個咧就係俾民眾嘅。咁如果我哋一般遊客，我哋可以做咩咧？頭先我講啦，買定支水啦，你個袋放定紙巾啦。咁牙膏牙刷嘅我冇都唔緊要啦。如果係嗰個咁嚴重嘅情況之下，咁記得啦，入酒店房望下嗰個電筒擺咗喺邊啦，然之後咧，你平時食開嗰啲藥啦，咁你就放埋，食完之後就放翻落你嘅手袋仔度啦。咁跟住咧就係記得攞你手提電話啦，同埋將你嗰個充電器咧，充完電之後即係呢個流動充電器咧，攜帶型嘅充電器咧，搞掂咗之後咧，就放翻落你嘅手袋仔嗰度。遊客咧係可以做到呢一啲嘢嘅。呢個咧就係俾大家睇下，其實日本人生活咧係預備咗，即係而家對於佢哋嘅防災，佢哋會預備咗啲嘢。其實大家唔會覺得好誇張，因為咧嗰啲食物咧其實係可以食嘅。咁一般嚟講咧，佢哋咧就會去到就嚟過期嘅時候咧，就會食咗呢啲食物，然之後咧就會再添翻啲新落去。而呢啲咧係為咗防災而出嘅一啲食物啦，一啲即食嘅食品啦，佢哋咧通常嗰個保存期咧都會非常之長嘅。咁當然係貴少少啦。咁所以日本嘅民眾咧就好有即係一個經驗啦，同埋有晒所有嘅準備啦，去防災嘅。咁咧其實咧喺上網咧已經可以抄到好多咧呢啲地震後發生嘅時候，我哋應該要做啲咩嘢啦？我啊想提下大家啦，例如咧我哋等到個地震完全停咗之後，先至開始行動。即係佢搖得好緊要嘅時候咧，你就揾一個安全嘅地方去保護咗自己身體先。到你 feel 到佢已經就係停咗啦，停咗啦嘅時候，你先至咧向你嘅地下嘅地方，譬如我住酒店，我住5樓咁樣，我先至再咧落樓梯落到去地下。如果你喺個搖緊嘅時候，一來你係企唔穩啦，第二咧就可能會有啲嘢跌落嚟砸到你嘅。咁所以咧喺個搖緊嘅時候咧，大家係揾一個安全嘅地方去保護你嘅身體，例如酒店房可以揾到枕頭啦、被啦，可以喺台底啦，可以係一啲靠牆嘅位置咧，都會稍為安全少少嘅。咁下面啦，嗱，我知大家好中意住嗰啲咩 Airbnb 啊，住一啲 apartment 式嘅酒店啦，記得啦，如果真係搖緊嘅時候，唔好走去熄火，因為搖緊嘅時候有機會會將你煲緊煮緊嘅嘢食嘅一煲熱辣辣100度熱水嘅嘢咧，會淋落去你嘅身度嘅。所以咧，首先你知道你係開着咗嗰個
路嘅，但係因為地震一般嚟講係搖幾分鐘嘅啫，佢唔會話搖15分鐘都唔停嘅。咁所以咧喺嗰個時候，千祈唔好特登走去關咗你個火源，因為一關咗火源驚你會錄到啊。咁所以呢個就係等佢停咗嘅時候，你先至去好去做，得唔得？咁呢個就係俾大家，尤其是大家比較中意住嗰啲 apartment 啊，即係 Airbnb 中意自己煮嘢食，因為我唔知個地震係幾時發生噶嘛，可能你煮緊嘢食嘅時候，佢會成個冧落嚟都唔定嘅。咁好啦，如果譬如話我哋喺街啦，或者係一啲室內嘅地方啦，譬如話見到學校啦，你見到街咧，其實大家都係揾啲嘢保護住自己個頭啦，呢個係最首當其衝要注意嘅。例如你孭緊個袋可以啦，你件褸可以啦，咁喺學校嘅，你會見到小朋友全部都會匿落台底啦，因為啲嘢會冧落嚟啦。好啦，如果喺車站嘅時候都係一樣啦，我哋就係揾一啲靠牆嘅位置，靠牆嘅位置令到你自己可以企得穩陣啲。咁然之後就用一啲可以保護到頭部嘅嘢笠住個頭啦。如果喺個車廂嘅時候咧，有可以扶嘅話咧，就大家扶實，等自己唔好跌啦，或者踎低啦，或者坐喺地下啦，然之後再揾一啲嘢去保護住你自己個頭啦。咁你見到啦，呢啲我哋做遊客可以知道多啲知道嘅嘢，咁我哋可以保護發生地震嘅時候可以保護到自己啦。咁嗱，你見到超市都一樣嘅，超市好，戲院好，喺啲劇場都好，盡量揾啲嘢保護住自己嘅身體啦。機場啊、商業街啊都係啦，唔好靠近啲玻璃，因為玻璃咧係隨時會爆嘅。我哋會行一啲牆邊啊，或者一啲比較穩陣啲嘅家具嘅位置，我哋靠近佢，令到自己唔好失足先。咁呢個係一個咩嚟嘅咧？就係其實呢個青森地震發生咗之後咧，日本咧都會對民眾咧都有一個提醒啦，就係話嚟緊呢一個禮拜咧都會有機會咧都會有呢個一個大型嘅地震會發生啦。究竟今日嗰個係唔係我哋大家都唔知，咁但係要有定呢個心理準備。咁紅色嘅位置咧就係一個海嘯嘅位置，我相信大家都會驚，日本人係好驚海嘯多過驚地震。因為地震佢哋自從係311呢次之後咧，先至開始警覺到海嘯嘅威力破壞性咁強。地震咧，佢哋已經做咗好多好多措施咧，去去面對。我唔係話去防範，因為我哋去面對呢件事啦。紅色嘅見到張圖紅色嘅位置咧，就係今次地震之後咧，佢哋都擔心咧會引發咗一個3米以上嘅海嘯。好啦，咁咧究竟海嘯成日話3米以上嘅海嘯，1米以上嘅海嘯究竟係點咧？我俾條片大家睇下，1米嘅海嘯會係點啊？好，我嚟睇多次啊！1米嘅海嘯。好啊，你睇個圖，開一下。嗱，1米我哋唔覺得係一個好高嘅高度嚟嘅，但係如果係一個海嘯，因為個地殼喺度震動緊嘅時候，嗰個海浪衝埋嚟，嗰個衝擊力係可以非常之大。好啦，我哋又睇下日本人話俾我哋聽，究竟海嘯有幾危險？左邊張圖會見到100cm 即係1米，佢係咩咧？你企唔到喺度噶啦，而且咧死亡嘅確定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因為你已經係唔可以企定喺度，所以我哋有機會係浸咗落水。當嗰個1米高嘅海嘯衝埋嚟度嘅時候，你基本上係冇逃生嘅可能噶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咁有時候話1米嘅以上咧，大家就要警覺啦。咁右邊嗰個咧，佢係將件事咧就比較概念化咗啦，大家明啦。一個10歲嘅小妹妹啦，同一個男性嘅成年人啦，其實如果係對於一個10歲嘅小妹妹嚟講咧，1米嘅海嘯咧就肯定係到頸呢個位噶啦。如果佢係咁樣衝過嚟，而你冇準備嘅話咧，係絕對有機會，好大機會咧係會遇溺㗎。咁但係如果你話100cm 即係1米以下，譬如話30cm 啊、10cm 啊，咁可能嗰個傷亡數字未必太大，但係你會見到30cm 嘅話咧，已經話你已經唔係好行到噶啦。50cm 咧，啲車已經開始浮噶啦。70cm 咧，你個人都係浮噶啦。去到1米咧，已經係可以100%肯定你死亡機會係好高噶啦。咁呢個咧，大家要我將佢概念化咗俾大家知道咧，海嘯對大家嘅影響，因為我哋尤其是香港人係冇遇過海嘯，所以我哋唔知地震又唔知海嘯又唔知。但係咧，點解我成日都同啲日本朋友傾偈咧？就係話佢哋擔心海嘯多過擔心地震，就係呢個原因啊。
咁其實咧，自從咧呢個海嘯之後咧，咁我哋做遊客嘅可以做啲咩咧？第一就係你真係好擔心嘅，就以後都唔好去日本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唔係又擔心到咁嘅，不如我正面啲教你一啲方法，去到時面對呢啲災難時候會點樣做。其實咧喺日本嘅街頭咧，唔少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而家你眼前見到呢一啲嘅標示。災害時避難所，咁呢啲咧就係地震發生嘅時候咧，你係可以去避難，因為有時做遊客，我哋係成日都喺條街度玩噶嘛，成日都喺條街度喺度觀光噶嘛，咁未必喺酒店㗎，未必喺室內㗎，未必喺側邊有好多人幫你手。如果大家譬如話啊，我咧呢一排咧呢兩日咧，可能喺呢個 area 度玩嘅，咁你行街見到有呢啲災害時避難所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然之後咧會見到佢會寫住咧花乃井中學校。咁嗰陣時候，你打開你嘅 Google Map 喺嗰度輸入花乃井中學校，揾到呢一間中學校，然之後你喺個 Google Map 上面地圖上面 mark 低佢咧，咁就得㗎啦。到時如果真係需要去避難嘅時候，你一打開你嘅 Google Map 咧就可以揾到佢。明唔明白？因為咧，我哋做定位嘅時候咧，唔一定要有數據嘅，你可以先下載一個離線版嘅地圖咧，咁就可以做到噶啦。咁起碼就算我唔可以收到任何信息，我見到張地圖，我已經 plot 過呢個花乃井中學校喺度嘅時候咧，憑附近嘅建築物咧，或者你可以問人啦，你都可以問到呢個位置出嚟嘅。然後而家你哋見到呢一個咧就係津波避難所啦。嗱，津波就好唔同嘅，因為咧海嘯要避難咧就要向高處避難嘅。咁相對地地震咧，佢嘅避難咧對於遊客嚟講咧就會困難好多，就算對日本人嚟講都好困難，因為個海嘯嚟緊嘅時候係可以好快嘅個速度。咁所以咧我哋又會見到啦，我原來咧呢兩三日都喺呢一帶玩嘅，原來呢一帶咧係近海嘅位置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呢一圖啊，竹山，咁竹山可能我係遊客唔知嘅，我又打開 Google Map save 低咗呢個地址，save 低咗呢個名。咁到時如果真係唔好彩，我哋遇上有呢個津波避難嘅警報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咧打翻開佢，就算我攞去問人都會容易啲，知道咧竹山呢個位置喺邊一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可以自救嘅方法。所以你話咪需要我唔需要再去日本玩咧？其實唔需要嘅，我哋做定多少少呢啲功夫就 OK 啦。好啦，講完成個地震新聞啦，咁啊同大家腦補咗一啲地震嘅資訊啦，話俾大家聽日本震度係點啦。咁咧有一個網站咧，我係好sorry 一條片咧，一個 channel 其實做咗一條好有深度嘅片咧，我好想俾大家知道。因為頭先開頭我都有講咗一樣嘢，就係嗰個南海海槽地震咧，大家成日撈到亂晒龍。咁啊係咩嚟嘅咧？咁我呢度唔講，因為我唔係專家。我只可以話到俾大家聽，作為一個普通嘅民眾，我遇到災難嘅時候點樣處理啦，或者我哋聽到好多呢啲咁嘅誤傳嘅信息，我哋又要點樣去處理啦？咁既然我哋知道我哋點樣做嘅話，咁呢啲誤傳嘅信息其實我哋可以知道，咦可能係假嘅喎，可能係大家過度迷信嘅啫喎，等等等等。咁呢，但係我喺南海海槽地震嘅時候咧，我都睇過一段廣東話一個香港嘅 channel 做咗一個非常之專業嘅分析。咁咧我就 share 俾大家睇下，咁嗰條連結咧，我會擺翻喺下面嘅資訊欄，大家有興趣可以撳嚟睇翻嘅。好啦，呢個 channel 咧叫做 Match One 天氣預警，其實佢對於香港好多颱風啊、自然災害啊，佢哋都成日做好多好專業嘅分析啦，或者一啲即時嘅報導啦。咁其實咧，佢哋早喺今年咧，我哋有嗰個所謂嘅漫畫嘅預言嘅時候咧，佢哋做咗一個關於日本南海海槽巨大地震嘅一個分析啦，揾咗日本嘅專家咧去做，話俾大家聽，究竟日本南海海槽巨大地震大家預計到佢發生嘅機會率係喺最高發生機會率係邊一時候，然後話俾大家聽，其實大家咧將嗰個所謂漫畫嘅預言同呢個南海海槽巨大地震咧撈埋咗一齊嚟講，而造成咧大家今年咧其中一個好 panic 好恐慌咧就係源於大家對呢兩樣嘢咧混埋咗嚟講，然之後大家對於地震呢樣嘢咧係好多唔認識嘅地方，所以先有一個咁嘅結論，搞到咧今年咧6、7、8月咧，無論香港啦、台灣咧，都搞到咧非常之多人咧唔夠膽去日本。咁我而家咧就 share 咗一個好短嘅片段，就係個專家分析，話俾大家聽，究竟日本南海海槽巨大地震，用一個專業嘅分析嚟講咧，其實佢發生最高機會率發生嘅
時間係幾時啦。附近嘅海底以及全國活躍斷層嘅地震發生概率。今年1月，當局將南海海槽喺未來30年發生8至9級地震嘅機會，由舊年嘅74%至81%調升到今年嘅75%至82%。咁係咪代表地震好快會發生呢？南海トラフの場合は、その中でも時間予測モデルという、ちょっと特殊な計算方法を使っています。過去に起きた地震の規模が大きければ、次の地震までの発生間隔、次の地震までの期間が長くなる。その中でも、高知県の室戸岬にある室津港っていう港ですね、何メートル地震の時に隆起したのかっていうのが、過去少なくとも3回の地震についてはよく分かっている場所があります。前回の南海トラフ地震では1946年に起こった昭和南海地震という地震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地震は比較的隆起量が小さ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ます。で一方で、その前の1854年とか1707年の南海トラフ地震はそれよりも隆起量が大き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ますので、そういうものから計算すると、次の地震がですね、2030年代ぐらいに一番発生する可能性が高いっていうことが出てくるのがその時間予測モデルなんですね。でそれを発生確率というものに換算したのが30年で 80% というものになります。去年日向灘で地震が発生し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去年の地震との関係はないという認識で合っていますでしょうか。はい、そうですね。その長期的な発生確率と去年出た南海トラフの臨時情報っていうのは別のものだ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ください。要は南海トラフ地震が来ない限りはこの発生確率っていうのは年々上がっていくというものになります。なので去年に地震があろうがなかろうが、今年の1月で 80% に上がる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最初から分かっていた。好啦，咁大家聽到教授嘅分析啦，都睇到啦，其實教授真係喺呢個 channel 咧，去特登去揾佢嚟分析去講啦，唔係佢啲剪輯嘅資料啦。你會見到主持人其實係識日文啦，去同佢溝通啦。咁其實教授都講咗啦，喺佢哋一啲專業嘅分析裏面咧，其實咧要發生呢個南海海槽地震最大機會咧，佢哋會覺得咧係2030年呢段時候先係嘅。2030年代即係入咗2030年至2039年呢段時間咧，個發生機會係比較高嘅。而點解今年會調高咗24年之後，今年25年會調高咗1% 發生機會率啦？就正如佢所講，只要南海海槽地震一日唔發生咧，佢哋每一年咧都會調高咗呢個發生機率嘅。咁其實好簡單，即係話南海海槽地震係會發生嘅。佢究竟發生成一個點樣嘅狀態，大家都唔知道，因為大家亦都會喺度胡亂咁樣喺度誤會咗嗰個説法，就係南海海槽地震會引發咧呢個富士山嘅爆發嘅。咁其實咧喺呢啲專家都有做過分析啦，都會話富士山要爆發嘅話，其實南海海槽地震當然係其中一個引發嘅原因啦。但係南海海槽要喺一個特定嘅條件之下發生咗呢一次嘅地震，有好多特定嘅條件去一齊發生嘅時候，先至會導致富士山喺呢個時候爆發。所以富士山要爆發嘅話咧，唔一定係因為南海海槽地震。咁但係大家咧將富士山爆發、南海海槽地震，再加埋7月5號嗰個所謂日本漫畫嘅預言撈埋咗一齊嚟講，所以令到大家咧就好驚7月5號嗰日有地震發生啦。咁喺呢度講俾大家聽咧，係想知道大家咧，咦，我哋今次青森呢個地震發生咗啦，又係時候腦補下日本地震呢啲知識噶啦。如果大家都好中意日本玩嘅話，係時候再聽多次啦。咁令到自己安心，又或者自己咧可以知道咧，究竟我遇上地震嘅時候咧，我應該去點樣面對呢件事？我哋作為一個遊客，我哋可以點做？最簡單，我話俾大家聽就係記得租翻一啲咧合法嘅、有職員駐守嘅連鎖商務酒店啦，或者一啲大型嘅酒店啦，或者大型嘅溫泉旅館等等咧，呢個係第一個可以保障到保護自己嘅一個方法嚟嘅。咁好啦。我哋講咗咁多地震嘅嘢啦，可能大家覺得唔開心啊，因為地震係咪？咁講翻啲開心嘅嘢俾大家啦，不如
講翻啲開心嘢，講下我哋編輯部推介俾大家清心有啲咩玩。雖然而家清心啱啱發生咗地震啦，咁大概1個月之後咧，應該咧啲嘢就會回復翻正常。咁大家咧又可以翻去清心玩啦。咁喺呢個月時候，如果大家有 plan 緊嚟緊，可能春天咧就會去清心嘅玩咧，可以參考我哋嘅推薦嘅建議啦。咁首先第一個要推薦咧就係清心市啦，清心市中心啊最簡單啦。我哋坐火車去到呢個新幹線去到新清心站啦，再轉一個站嘅普通火車咧就會翻出嚟清心站，咁就係清心市中心。我諗呢個咧係大家即係入門去到清心咧，應該第一個落腳嘅地方。咁呢個地方方便啲啦，市中心啦，大城市啦，咁相對地嘅配套亦都會好啲啦。咁有時我哋都會住喺呢一頭嘅。咁第一個咧就係而家大家見到呢個叫古村市場嘅地方，咁就喺清心車站大概行10分鐘嘅路程就到㗎啦。咁佢係一個街市一個市場，咁裏面咧就唔係好大嘅啫。咁但係呢度咧有一個好得意嘅活動嚟嘅。咁我咧每一次去到清心市我都會去嗰度食聖手當。咁係點樣食法嘅咧？咁樣。咁啊好簡單啊！你會見到咧，就係大家咧去到呢個古村市場咧，去買一個10張嘅 coupon 啦。咁咧買咗個10張嘅 coupon之後咧，咁大家就可以揸住啲 coupon 咧去唔同嘅檔口換嘢啦。例如換一碗白飯啦，跟住咧就會話去到唔同嘅檔口換一啲刺身啦、海鮮啦或者啲熟食啦。咁譬如話有啲可能三文魚咧用1張飛就得㗎啦。咁有啲可能貴啲海膽要用3張飛。咁咧換晒之後咧，咁佢就會咧佢哋嘅職員咧，即係嗰個檔口嘅店主啦，或者職員咧就會幫大家咧鋪喺你哋嗰碗白飯上邊噶啦。咁我俾大家睇下咧我嘅戰利品先。呢個咧就係我嘅戰利品啦。我換咗碗湯啦，一個白飯啦。咁啊白飯上面我亦都換咗赤蝦啦，換咗呢個三文魚子啦、海膽啦、帆立貝啦、吞拿魚蓉啦，同埋呢個油甘魚嘅。咁呢個咧就係古村市場一個好特別嘅活動。咁基本上朝頭早至晏晝呢段時間咧，大家就可以去嗰度享用到噶啦，唔需要預約，唔需要擔心。不過佢咧係會有休息時間嘅，咁所以咧休息邊一日咧，大家可以上翻佢哋官網啦，或者喺 Google Map 咧都係可以查得到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第一個咧推介呢一個清心市中心咧必去嘅地方嚟嘅。咁另外一個地方咧就叫做淺松溫泉啦。咁點解會講喺清心市中心咧？其實由清心市咧、清心站咧搭呢個火車去到淺松溫泉，大概係30分鐘左右嘅啫，係一個非常之近市中心嘅一個溫泉區。你可以選擇咧喺嗰度住一晚又得。咁你亦都可以諗咁近清心市中心，我喺嗰度浸一啲日歸溫泉。日歸溫泉即係即日來回，你淨係去浸溫泉嘅啫，唔會去住嘅。咁咧就可以享受到你睇下而家呢個係一個秋天嘅景色嚟，呢度非常之靚，又冇咁多人啦。最緊要係咩咧？呢度咧喺個淺松溫泉站附近咧有唔少嘅海鮮當店咧，都可以食到呢個咁美味海鮮，而且價錢唔係太貴㗎。例如咧，清心有啲乜嘢出名咧？我俾大家睇下先啊。嗱，呢個咧係清心名物地圖啊！清心有啲咩出名咧？第一，我哋睇翻右上角先，右上角我哋見到有帆立貝啦，跟住咧就係有呢個金魚啦，呢個金魚就係一個手工藝品啦。咁跟住下面有蘋果啦，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啦，香港都買到清心蘋果啦。跟住左下角咧就係睡魔祭啦。然後就係蒜頭啦，尤其是佢哋嘅黑蒜啦，對健康好嘅黑蒜啦，同埋咧麥菇蘿即係吞拿魚，呢幾樣嘢咧都係清心嘅名物嚟嘅。咁好啦，我哋頭先睇翻美味食物嗰張相啦，我會見到啦，喺淺松溫泉咧，大家可以一次過享受咗2樣嘅清心名物，就係海膽同埋帆立貝嘅。咁喺淺松溫泉附近咧，都有好多呢啲海鮮檔啦、海鮮店啦，咁大家都可以享用到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我時間唔多，我又唔可以去得遠，又或者我唔會揸車，咁如果你清心有咩可以做咧？頭先講啦，清心市中心係一個好選擇啦，跟住就去佢附近嘅淺松溫泉，可以住下溫泉旅館2日1夜又得，即日來回亦都得。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編輯部第一、第二個推介俾大家嘅地方啦。好啦，離開咗清心市啦，咁另外一個咧編輯部推介咧幾個咧位於十和田嗰一頭嘅景點俾大家啦。首先咧呢個咧應該大家都應該見過噶啦，呢個咧就係酸湯溫泉啦。酸湯溫泉咧其實佢最出名嘅地方喺白鴿田山啦。
佢最出名嘅地方咧就係一個可以容納到1000人嘅風呂啦，呢個木造風呂，而且咧佢係一個男女混浴嘅風呂嚟嘅喎。呢張相咧就好經典啦，相信大家都唔會影得到啦。咁但係咧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嘅，喺呢個混浴嘅地方裏面咧，其實佢有一個每一晚咧都有一個時段咧係專門俾女性用嘅。咁你如果大家怕醜啦，唔敢嘅話咧，因為我哋外國人係唔敢男女混浴噶嘛，咁可以揀嗰個鐘數咧去入去咧，咁嗰個全段嘅時候咧只可以得女性進入嘅啫。咁但係呢個時候以外咧就會係男女混浴嘅。咁我就未試過啦。咁我有去過，但係我都係揀女性專用時段。咁但係聽聞咧，而家咧就係男女混浴嘅時候咧，其實咧女士係可以借佢哋嗰度嘅一件可以落得去温泉嘅浴袍或者一個衣服，咁咧就可以圍住個圍巾咧就落去浸嘅。咁但係當然女士們都擔心同男性混浴嘅話咧，咁就可以揀呢個女士專用嘅時段啦。咁但係咧酸湯温泉係一個我覺得唔錯嘅地方，係一間好古色古香嘅旅館嚟㗎。嗱，呢一個咧就係佢裡面嘅相啦。咁因為入咗温泉就唔影得相啦，所以我就冇影過相。咁但係裡面就係咁樣樣嘅，係一個非常之大型嘅木造温泉嚟嘅。好啦，另外一個地方啦，可能大家都成日見到相啦。呢一個咧就係澳入瀨溪流啦。喺夏天同埋秋天嘅時候咧，都非常之多人去健行嘅。咁佢咧有一個我覺得係最新手玩嘅行程咧，其實大概咧行2個鐘頭就行完，係一個平路嚟嘅。咁而家你見到張相咧，就係我哋編輯部秋天嘅時候去影翻嚟嘅相嚟嘅。咁你喺八戶站啦，或者青森站啦，有一個叫 JR 巴士。咁如果你買咗咧呢個日本東北周遊券嘅話咧，呢個巴士係任坐嘅，唔使再俾錢。咁就算唔係咧，就算就咁去買飛都冇問題嘅。咁去程要預約，回程就唔使預約。咁喺青森站有班次啦，或者八戶站都有班次嘅。咁上咗車之後咧，就可以車到你直入去澳入瀨呢個地方。咁啊落車之後咧，沿路一路行到攰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又睇翻呢個 JR 巴士嘅班次，然之後上車就 OK 啦。咁呢度咧係非常之靚嘅，秋天嘅時候個景色靚到不得了。夏天嘅時候咧，佢嗰啲翠綠嘅景色亦都係我哋平時咧唔係成日見到嘅嗰一種好翠綠、好新綠嘅景象嚟。咁所以咧夏天咧同埋秋天咧都係大家咧好熱門咧去健行嘅地方嚟嘅。咁另外啦，除咗澳入瀨啦，咁喺澳入瀨附近咧，其實行到尾咧，就係呢一個叫做十和田湖嘅地方啦。咁呢個地方都非常之靚，咁都係澳入瀨沿路嘅路途嚟㗎啦。咁總之咧，如果我由八戶青森咧由起點咧石戶呢個站開始行嘅話咧，咁佢終點站就係十和田湖啦。咁通常就喺翻十和田湖嗰個休屋咧，坐翻呢個 JR 巴士又翻出去青森或者八戶市嘅。咁所以咧沿路咧，大家都會見到十和田湖。咁除咗十和田湖之外咧，其實坐呢個巴士嘅時候咧，第一站咧其實會經過咗十和田市嘅。十和田市除咗有一個好出名嘅美術館之外咧，其實呢度咧係春天嚟講欣賞櫻花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受歡迎嘅地方。呢個咧就係佢哋嗰十和田市咧呢個櫻花嘅路嚟嘅。咁你會見到開滿晒嘅櫻花咧，春天係非常之靚。而且青森因為由於係比較北啲嘅位置啦，佢嘅櫻花係比較遲少少先開，大概係4月尾先開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唔想撞復活節呢啲高峰期嘅話咧，其實咧日本嘅東巴尤其是青森咧，都係一個好好欣賞櫻花嘅季節嚟嘅。好啦，咁我哋睇完呢個我哋澳入瀨十和田呢個地方咧，第3個我哋推介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弘前市啦。嚟到弘前市啦，弘前市咧，我哋推介俾大家嘅地方係咩咧？首先有一個賞櫻名所，呢個賞櫻名所咧就係弘前公園啦。大家見到咧呢個咧就係弘前公園啦，弘前城公園啦。咁咧呢一個咧嗰個櫻花咧係如果佢散落嘅時候會落咗佢嗰個城河嗰度啦，咁就會形成而家大家見到呢個樣。咁呢張相咧都係我咧自己親自去影嘅，所以我都去過。咁呢個係4月尾嘅時候啦。咁頭先我哋如果睇完十和田嗰個咧，其實又可以嚟翻弘前。弘前呢個地方就比較靠近青森市嘅，由青森市嗰度坐火車過去大概係45分鐘左右，前後嘅時間就會到㗎啦。咁所以咧又可以住喺青森市青森站附近，咁咧安排弘前咧作為另外一個行程，都係非常之方便嘅。一出到火車站門口咧，就會有巴士去到弘前城呢個地方啦。咁佢除咗櫻花嘅時候靚嘅時候咧，
除咗櫻花時候靚之外咧，呢一個時候咧就係紅葉嘅時候嚟嘅。呢一個咧就係2024年11月影嘅一張紅葉嘅相嚟嘅。咁呢個都係弘前城佢夜晚亦都會有紅葉點燈嘅活動啦。咁啊櫻花嘅時候都有櫻花，就係有櫻花點燈嘅活動啦。咁你入去公園咧就唔使錢嘅。如果你去入到去參觀弘前城咧，就會另外俾錢嘅。咁但係咧呢個唔係一個好貴嘅票價嚟嘅，所以咧我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去清心嘅時候去呢個地方。咁同埋咧，唔需要有特別揸車嘅交通啊，坐巴士、火車就已經可以到啦。咁咧，弘前城附近有一個地方啦，好推薦大家去嘅。打卡嘅話咧，就非常之一流啦。係一個叫大正浪漫嘅吃茶室。咁佢係一個大正時代嘅建築，而家咧就將佢翻新咧建造成一個茶室啦，提供一啲 cafe 啊、輕食啦、咖喱飯。佢嘅咖喱飯咧個特別個咖喱就用咗加咗蘋果落去整嘅。但係咧，我哋覺得咧最推介嘅地方就係乜嘢咧？喺呢個茶室咧可以食到弘前好出名嘅蘋果批。弘前呢個地方咧好出名咧，唔同嘅店家都有佢哋人氣嘅蘋果批。咁但係我遊客時間唔多啦，冇可能逐間試㗎嘛。嚟到呢個茶室咧，你就可以一次過試晒咧咁多間咁多間蘋果批餐廳煮出嚟嘅整出嚟嘅蘋果批啦。咁例如我哋會見到啦，喺個 menu 上面咧有唔同嘅鋪頭啦，通常都係呢頭比較人氣多，人哋評價過話好食嘅蘋果批啦。咁其實佢呢度咧都會有嘅。咁呢度排隊亦都係比較方便大家嘅，雖然都要去到攞飛啦。咁但係咧攞咗飛之後咧，因為佢係用 Apps 去攞飛嘅，攞飛之後咧，其實你係可以咧 scan 咗個 QR code 啦，喺你個 Line 嗰度或者喺你個電話個 browser 嗰度咧，咁就可以睇住咧而家嗌炒嗌到幾多號 number。嘅，咁如果你話仲有成10幾張台喎，咁你可以去附近嗰間咧一個好舊式嘅建築改建而成嘅 Starbucks，可以坐喺嗰度咧去飲杯咖啡啦，或者喺附近散步行下啦，先至最後咧嚟差唔多得翻5張台嘅時候咧，你先至翻嚟呢一度咧去等位都 OK 嘅。咁所以大家咧喺呢度等位就好方便，而且咧其實禮拜6日嘅人會比較多啦。咁頭先講啦，紅葉啊，或者櫻花嘅季節都會比較多人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問我咧，呢個蘋果批咧，如果你晏啲先，你話我當下午茶食啦，2、3點先到咧，可能會已經賣晒啦。所以如果大家想試到佢哋嘅蘋果批嘅話咧，嗰啲唔同鋪頭嘅蘋果批咧，大家就要早少少去試啦。咁咧呢個大正浪漫嘅吃茶室咧，都係我哋編輯部咧係非常之推介嘅。咁第3個推介嘅地方就係咩咧？就係弘前嘅蘋果公園啦。頭先講蘋果係清心嘅名物，大家都知啦。弘前嘅蘋果公園咧，其實咧我哋可以睇到啦，裏面嘅蘋果花啦。最緊要係咩咧？我哋可以喺度咧見到唔同嘅店家咧賣佢哋唔同品種嘅蘋果，而且非常之平嘅。咁所以咧去呢一度咧，如果中意食蘋果嘅人咧，就可以蘋果公園啦。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啦，蘋果公園咧唔係1年4季佢都會，譬如冬天就一定唔會有蘋果俾你食啦。咁所以要留意翻蘋果嘅當造嘅季節啦。咁蘋果當造嘅季節係幾時咧？係每年8至11月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想食到最好食嘅蘋果咧，應該係大概9月開始啦。呢度嘅蘋果就會好食噶啦。咁大家就可以嚟到呢個蘋果公園啦，買到唔同品種嘅蘋果啦，亦都可以咧去食下用蘋果製造嘅唔同嘅產品，例如呢個蘋果 cider 咧，亦都係非常之好飲嘅。咁如果大家想要見到蘋果花嘅話咧，就要去到5月嘅時候先會見到啦。咁所以咧，當然啦，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啦。就算5月唔係當造嘅季節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有啲溫室種嘅蘋果會擺喺度賣嘅。咁大家都一樣可以咧買到咧清新嘅蘋果嘅。咁如果大家想買多啲，我未必去到弘前啊，或者我想唔想咧帶住啲嘢周圍拎啊，咁仲有一個地方咧，大家係可以咧買到咧更加多嘅蘋果嘅產品。咁呢一個地方咧，其實我哋就要翻去清心站附近，喺清心車站隔離咧有一個地方咧叫做 A Factory。呢個 A Factory 咧就可以買到咧非常之多咧清心蘋果出品嘅產品啊，例如頭先我講有啲唔同口味嘅清心蘋果 cider 啦，唔同品種嘅清心蘋果汁啦，或者蘋果做出嚟嗰啲副產品，例如一啲蘋果嘅小食啊，一啲蘋果嘅糖果咧，都可以喺呢個 A Factory 嗰度咧買到嘅。而呢個 A Factory 就係隔離咧就係清心站嚟㗎，所以係真係非常之方便大家咧去買咧手信嘅喎。
咁我哋不如睇下有啲咩清新蘋果汁啦。呢個就係清新蘋果汁啦。咁大家已見到好似差唔多樣，其實呢度已經係有成4-5種唔同口味嘅清新蘋果汁，都可以咧喺呢個 A Factory 買到嘅。好啦，咁咧嚟到呢一度啦，咁希望大家今日可以腦補到咧一啲好基礎咧日本地震嘅知識啦，咁知道咧遇到地震嘅時候點樣應對啦，咁大家就算去旅行發生咗地震嘅時候都唔需要太擔心啦。正如我頭先所講，如果你真係覺得冇辦法可以面對到呢件事嘅話咧，咁只有可以減少去日本嘅次數啦。咁但係呢一個咧會唔會係一個斬腳趾避沙蟲嘅想法咧？咁就留到大家自己去判斷啦。咁希望大家中意後面我哋會介紹到一啲清新嘅景點係我哋編輯部推介，有啲非常之容易去到，唔使揸車都去到嘅地方，又可以咧享受到清新嘅名物，又可以咧買到大家咧好特別嘅清新手信啦。咁下一次咧，我哋再同大家分享咧世界各地日本嘅旅遊資訊啦。下次再見啦，拜拜。